詹佩蓉原本在高雄经营护肤美容，已经成功打入饭店 SPA。为了嫁到外岛的姐姐向她呼救，前进澎湖创业。因为她每次不舒服，都是到处求医，然后到处去给人家做，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她的问题。很奇怪，就是我帮她调了以后，她这个问题都改善了。我们有7条经络通过的地方，虽然一般人最容易阻塞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地方。顺着经络走向，詹佩蓉说，这套牛角拨筋法和传统推拿按压不尽相同。它也是整条经络，可是我们是整条气场的引动跟能量的带动，去帮助它整个疏解开来。在澎湖，他们觉得这是很奇特的技术嘛，对不对？一起靠给技术，用太动多精神啊，用了很多心思，用太动多精神。转战澎湖，美容事业从零出发。刚开始前几个月，詹佩蓉校长兼撞钟，工作日以继夜。你知道客家人是很平手抵足的，吃苦耐劳的，所以我们从这边开店，从早上9点开店到晚上12点，我都可以操。我一个人，我就以前经营饭店那种精神，把它拿出来，用在这个地方。詹佩蓉说，把客人的身体当成自己的身体去研究，慢慢的有了固定的客群，也开始有员工向他拜师学艺。像我很多学生其实都是客家人，我发现他们的持续力非常的够。客家人的精神就是你要不断的去研究，而且要肯吃苦耐劳，肯去发挥这种精神，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去挑战、去开创。詹佩蓉相信，手下功夫见真章，她可以在澎湖拼出事业新蓝海。要上课喽，学会了吗？一起靠嘅技術，用睇動作精神。一起靠嘅技術，用睇動作精神。谢谢宗仪老师。